今日香港01同各大財經新聞最轟動嘅頭條呢，一定係圍繞住大家嘅荷包嘅。美聯儲最新嘅議息結果出爐啦，宣布維持利率不變。本港多間主流大銀行呢，包括匯豐、中銀、渣打都即刻跟進，宣布維持最優惠利率，即係 P 息不變。中原按揭嘅專家更加預測，下半年香港嘅 P 息好大機會繼續喺低位按兵不動。H 按息大概會按3.25厘左右水平橫行嘅。更刺激嘅係咩呢？為咗搶客，依家有銀行將按揭現金回贈加碼，甚至升穿咗1%呢個大關。好多準備買樓或者轉按嘅朋友聽到呢度，係咪覺得供樓壓力終於可以鬆一鬆，甚至有啲心動想入市呢？不過冷靜落嚟諗下，雖然香港樓市企穩，但係喺香港買個普通兩房單位，喐下都仲要600-700萬，加埋金管局嘅指引，回贈一旦超過1%，嗰筆錢就唔可以當現金拎，而係要喺總貸款額度直接扣除。相信你首期仲要準備多咗，係咪？香港買樓依然係一個字，貴啊！正因為如此呢，近年越嚟越多精明香港人，尤其是準備退休或者想改善生活質素嘅銀髮族，已經將目光由香港投向咗一橋之隔嘅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。點解話依家係大灣區置業嘅黃金時期呢？嗱，香港息口橫行，意味住整個大灣區嘅金融環境都相對穩定，而內地目前嘅房貸利率更加係處於歷史低位，加上深中通道開通之後，黃金內灣1小時生活圈正式成型，內地優質嘅物業同埋性價比直頭高到爆燈啊！就攞最熱門嘅中山同珠海嚟講啦，喺香港買一間廁所嘅錢，喺中山或者珠海已經可以買到一間成千尺嘅3房精裝花園大屋。而且依家中山好多專門為香港人打造嘅養老配套、養老院、康養中心、眼科醫院等等。香港嘅長者醫療券仲可以跨境使用，生活節奏舒服，嘢食又啱胃口，生活成本直情比香港平咗一大橛啊！以前好多人擔心買大灣區樓放假去住，交通好麻煩，但係自從深中通道開通之後，由香港出發，經深圳嚟到中山，最快半個鐘到1個鐘就可以搞掂。跨市巴士、未來嘅城際鐵路、深江高鐵，將兩邊嘅距離拉到好似沙田去中環咁方便。你可以過住香港做嘢、內地生活，又或者平日喺大灣區嘆晒街，週末返香港探子孫嘅雙城生活。所以今日嘅新聞頭條表面上係講緊香港嘅息口同埋按揭，但係實質上佢係話俾大家聽，資產配置嘅思路要打開啦，唔好再將自己混喺香港咁高昂嘅樓價入邊，善於利用依家穩定嘅金融環境，嚟到大灣區揾一個環境更好、空間更大、配套更完善嘅理想家園，先係你最精明嘅選擇。好啦，Neil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記得點讚關注我，帶你睇更多大灣區一手樓市真實現狀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